你是合伙人，现在情况怎处理？我一个交代啦。没事。偏钱啊！你3年呢就出50万元，要投币的税金又甲当骗人呢。我开店面都有按改啦。还有属地罢工下个名去除掉迄内资做的啊！呀，猪妞，跟哪来？蜜棍啦，文天黑底留下的，足够黑案例4件呢。地方创生应该要结合大家的力量，把曼泽兰彩绘这项文创变做恩雅 V 嘅梯缝贴身。有天一条路，我要来献礼粽。我的家己两帮客，想要转来献礼粽，没钱。相愛幸福力，人就要留下來；相愛有了歸屬感，人就要轉來嘅。哇，很本人期待哦，也係演客家天師就愛來播出嘅新戲劇，按到船到橋頭唔會出。有次也就強面當奇怪無啊，冇錯，今晡日就會來同大家來小結一部戲劇哦。上嚟睇到嘅內容有乜嘅？今晡日有邀請到萬人來到節目當中咯，細細嘅來分享。今晡日節目睇到邀請到嘅來賓就係5主角楊小麗分享。大家好，我係楊小麗，我啲船到橋頭唔會出地波，做嘅係強假法，大家好，分享大家，分享小麗來到節目當中哦，真歡喜咧！哇，我咩係因為小麗其實係我嘅偶像啊，真嘅哦，我們做故事我今日要鄭重介紹你。上下來另外一位來賓啊，咩係我嘅算係我嘅頭擺嘅夥伴啊，頭擺嘅 partner 啊，係影帝吼吳鎮娣、吳鎮娣分享。大家好，我係吳鎮娣，我啲船到橋頭唔會出地波，做嘅故事叫做演導。名如其人，可以這樣講嗎？安靜，現場安靜。人，你應該講人如其名，是不是？對。好啦，因為吼呀，新嘅戲劇就天天會播出嚟，都呀4月11號嘅拜1到拜4按晡時頭10點嘅時間，我來播出。故此，今晡日有請到男5主角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部戲劇嘅劇名剛好有講到，其實當奇怪，按到船到橋頭唔會出。不過一般來講，我們腦袋連接的應該是船到橋頭吃演出。故事講起來就啲。我哋唔係懂正經嘅一部戲劇，就是我們沒有那麼正經啊，就是很係希望啲啊以前嘅期間，大家做得較輕鬆啲位去看一部戲劇。不過底部面有懂到嘅喜怒哀樂，每個角色有他們的故事。對，希望也出去做得本大家感受到小暖，還有勇氣，哇，客家話講到嘢好誒，哇！很鼓勵，韓國人劇名嘅底下寫嘅英文嘅名誒，很直白，就很多 loser 就係失敗嘅人嘅意思誒。失敗嘅人。哦，所以一部戲劇其實佢係講伊咧，唔係按成功，按幸運嘅人係。家家佢係一隻 loser， 不過因為佢懂善良、懂堅持，故所有青島人會留佢天數。雖然佢冇好運，不過對我來講。佢係超好運嘅人。哦，因為我有看到嘅家家啲戲劇裏頭嘅片段啊，真係除咗有些唔幸運以外，有常常會讀到懂水嘅事情。懂水，從細到大都懂水。就是故手在暗勇嘅配景之下，小麗飾演這樣子家家暗勇嘅角色，自家嘅心情是怎樣辦？其實一開始我會覺得嘎嘎很可憐，懂採購。對，可是後來看完整個劇本，我覺得它裡面展現出來是一種負得正的樂觀，就是你會接受生活中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因為你很樂觀，你很善良的去接納這些不好的事，所以慢慢的你就會變得很堅強。
然后会懂得很珍惜所有身边对你好的人，或者是发生过的好的事情。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部戏演完之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变得更开朗了。尽管遇到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佳佳实在怎么那么衰啊！我办法，熊熊都给甩，从某。对，但是拍完之后，我觉得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一定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力量，因为很多人都默默在岗位上面很努力的坚持着，那是献给每一个在岗位上努力的小人物。冇錯，藝術有段時間可能當到人都會到生命當中遇到一啲困難。唔單止各行各業嘛，可能遇到疫情都會有的會受到影響，甚至讓自己嘅心情受到影響。你人生當中，大家就會遇到一點點小小的困難、小小的挫折，有陣時就會知道我本來就是一個這麼幸運的人，為什麼會遇到這件事情？唔過我看到伊個角色遇到按到困難，唔過還係一車散芒，一車正面嘅感覺，對不對？就會俾你有一種懂有力量嘅感覺。對，新大兵啊，對，懂大兵嘅嘎嘎，阿沙下來隔壁嘅嚴導，有，實在係懂我所喜兒啊嘅名。唔過嚴導都也去靠地度，家嘅初顯真件係懂嚴導哦。其實嘅一開始就會想愛寫配音嘅注意啦，寫嘎嘎嘅注意，就殊不知嘎嘎其實這個去台北咧，然後所以我13年，我就剛才有講魯蛇嘛，其實魯蛇就何謂魯蛇？它就是去給它講給自己定義嘛。那我們戲裡面不僅僅是佳佳，還有嚴導，還有娜娜，那我們3個都有自己認為魯蛇，自己認為自己是魯蛇的。去感冒按順序嘅素材。對。那跟我嘅角色，其實也擺對我來講，較特別。因為唔單止我有一個係大家知道我係樣板嘅人，還有老我較接近嘅人，我知道我係樣板嘅人，還有我自己冇想一本配音定我係樣板嘅人，所以會有一些大家看不到的東西，你得放在自己心裡。講嘅知道也部戲劇對整體來講嘅，相信客家電視台嘅觀眾朋友對整體真人係非常嘅熟悉嘅。唔過也部戲劇都會看到整體低谷變態人嘅。期望做的。因為有啲角色，家嘅年齡嘅設定係幾多歲？差唔多30歲。30歲嘅，故作先前嘅角色可能就係年紀較細嘅角色。唔過也下真人係變做一個成人嘅感覺、大人嘅感覺嘅。錯啦，唔過演到啲地步度，其實沒有懂得耍寶啊、逗趣嘅東西，還是會有一些比較年輕的東西。唔過他成熟的樣子會放在面對家人跟面對自己的時候，會比較明顯啊，會較看得出來。有愛啲透過看短短嘅片段嘅時間啊，就非常嘅有感覺，知道哇，要演到真嘅有演到哦，本人有一種有知道整體狀態嘅感覺嘅。應該有感受到，應該珍惜。怎樣？有覺得我剛不小心露出那個喜歡的眼神，是不是？有啦，愛對愛嘅 partner 還是非常的有愛，好不好？好，轉到一部戲劇，剛剛有講到13年，講到娜娜同佳佳韓國演導也30年嘅關係，做嚟講有一些複雜，很複雜，很複雜，對不對？唔過同嘅愛情沒有關係，對，所以這3個人是有一點三角關係在裡面。嚴導從以前就對佳佳很好，很喜歡，然後兩個人很小的時候，對，所以青梅竹馬。對，那娜娜其實在我們戲裡面代表的魯蛇，其實是她好像身邊什麼都有了，可是其實她很欠缺愛。很欠缺就是人跟人之間溫暖的那一塊，所以他一直覺得自己比不上嘎嘎。可是嘎嘎他的魯就是他覺得自己想要成就很多事情，然後沒有辦法得到順利，他開店也沒成功，什麼都沒成功，他覺得自己就是人生很失敗。對，但他其實他有很多人給他的愛，對，那這東西是娜娜很想要的。對，那對嚴導來說，他就是給予佳佳某一個部分很重要的一個愛的存在。對，那娜娜看了就會覺得就是
对，生七七。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爱？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复杂的程度不在于只是爱不爱而已，它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相处的那种，就是有点像叫天狗吧，就是我往前了，为什么你就是不也往前一步？你为什么要躲？对，这很好玩。对，不过讲到亚普戏腔的有唐有人讲，同小黎讲，同小黎讲，你就会嘎嘎就会你。不过你爱做呀的，有一些帅嘅人，然后嘎嘎就会你，嗰陣時你去嘎嘅想法係嘛嘅？你懂胸嘎嘎，你就会嘎嘎。导演在最后杀青的时候说，你就会嘎嘎，嘎嘎就会我觉得像的点是因为可能我本人也比较有同理心，然后去跟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先想到怎么样是对对方好的。对，那对嘎嘎来讲，善良是他很大的优点。对。所以其实演到最后，我觉得也跟我之前做就是行脚节目这件事情有关。你去探访了很多社会角落默默努力，可是很辛苦，可是却笑笑的人。对，所以其实拍这部戏，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我可以把这些人的精神跟我在戏里面看到剧本写的东西，我不会觉得哦，这离我好远哦，某扣脸啊。可是我会发现哦，是哎，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我可以。为了这些人，然后把这些东西从戏里面呈现出来，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冇錯，故所也係咧同正面上咧同大家來分享世界上還係有同美好嘅事情嘅一部戲劇，還有韓國同內容咧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這個轉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個天使嘅新戲劇，按到船到橋頭唔會出，個英文嘅名嘅按到 loser， 係咪同貼片嘅名嘅？不過其實呢度當中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伴大家希望，伴大家快樂，同大家來講唔好放棄哦。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來邀請到也男女主角。來到福喜來咧，同大家來分享一出戲劇哦。再個分享小黎韓國陣地，係韓國唐公兩啥其實已經熟識當久嘅，唔過廿擺係第一擺合作，錯，一出到廿下熟識幾久嘅，慶年，廿擺張第一擺嘅合作，你係因為廿擺合作。奶老幾張喊卡熟識，就以前只是認識，然後偶爾聯絡一下某暗熟。其實一開始嘅時節，艾迪哈吳正迪，他跟他談戀愛哦，他不是很小嗎？對，就是有個感覺，會有一種這個人跟你認識很久，然後終於要合作了，然後我覺得就是很奇怪，很怪，很期待又覺得很奇怪。唔過唐公廿擺小黎老阿弟姑嘅熒幕初吻，哪隻喂？排誰啊？唔怕啦，很有 N 啊，很有。因為我一次就東南兄弟過阿弟姑破戲破案叫嘅，竟然廿下熒幕初吻張本人拿隻。其實我沒懂敬重因為其實我以前拍的吻戲可能是結婚那種一下架的蜻蜓點水，或者是。被強吻的那種無法自主的對，所以廿擺又係另外一種類型。對，廿擺其實有兩擺都得講嘛，兩擺。有兩擺。強啥人？強啥人？冇，你同啱咩要一擺？從來唔講嘅兩擺看無強用，有一擺係。隔着口罩，因為疫情，你們疫情，所以我們是隔着口罩。那是我們第一次的怎麼講？接觸，親密接觸。對，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然後聽一擺就是
那个要怎么讲？比较深情啊。就某追 M 诶，某追人呢？啲亲密，大家来看得到。嘿，古时候大家真嘅来好好期待一下哦。啊，唔过刚刚没有讲到，其实也迄条地度嘛，每同也时事有同到嘅关联，比如讲刚刚有讲到追 M 诶，所以其实也不迄条，其实伫佢拍嘅时间，真嘅咩係啲啊，以前算係严重嘅事件。错，我哋生命系底部度一开始就係一级警戒，就冇按严重，到亲密差不多T10，就是比较偏后段的时候，就进入到第2级、第3级警戒。哇，在龙潭，在桃园，所以对，看洋葱的。哦，韩国嗰陣時，韓國嘅戲劇底度嘅劇情沒有真正喺沙期底度，成為有疑似確診者的這個劇情出現。啊，嗰陣時你要到撲戲嘅素材龍潭，很真實啊，很真實，對不對？古時候真件就有嗰種緊張嘅感覺。有啊，我們單像處理那個疫情的，我們還有去以煙炮。那醫院這個時候也非常要小心嘛。對，所以其實這部戲真的是受到很多幫助才完成的，因為在疫情期間，然後我們也非常嚴密的在防疫，因為如果有任何萬一的話，就很難繼續嘛。然後又是在桃園，在龍潭拍，所以其實，在很多人的幫助之下，真的是關難過關過，也算是好運啦。很多人幫助。真嘅係當辛苦，要是肚皮拱應該係常有的事情，就是時不時就會擦鼻子。每個禮拜。哦，當辛苦。韓國除咗疫情嘅時事有結合以外，萊豬的時事也結合在裡面了，對不對？豬肉嘅事情。豬肉嘅事情。哦，古時候也其實係一出很生活化的一部戲劇，非常生活化，而且它裡面還在講里長的選舉嘛，里眾獻議，哇，里眾嘅做里做嘅，里眾其實呀，他對里眾已經沒有什麼，冇想到同里眾有乜嘅接觸呢？就是在我們生活當中。唔過亞普戲劇其實里眾懂我喊，親我喊啊！會做那條事情哇，我在裡面有去清臭水溝，然後拍那一場的時候，那應該是假的吧？不用真的清吧？我本來以為可能我是站在馬路，然後就這樣清水溝，但是我一到現場是他們把那個水溝蓋子打開來，然後就是歡迎光臨，你要下去。有看到壓他胸片，就是槍一招頭都 no boy。真的，應該這是真嘅呢，水溝。應該水溝。我在那時候拍的時候，我也不覺得髒，因為我以前去熟悉過這些行業的人，所以那些東西是沒有他們的付出，我們沒有辦法有這麼好的生活嘛。所以我剛下去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抗拒，覺得它很髒或什麼。只是我一下去之後，就是它那個灰塵、粉塵，因為蓋子很久沒有開或者是沒有清，所以它那個沼氣還有它那個灰塵是整個上來，所以我眼睛超不舒服。然後因為我在下面待了很久，然後那邊其實是大馬路，就車來車往的，那些汽油啊，然後那種粉塵啊什麼的，所以在清垃圾的時候，我就覺得哦，我好像不在拍戲耶，我認真想把它清乾淨。社區服務，有一種就是我就會里眾，對，感覺，對，哇，真係好辛苦啊！唔單槍嘎嘎會做一條事情，其實演導沒有做一條事情哦，沒有同里眾天數錯哦。來，就係像老記天數。哦，對啊，老記處理東東，像剛剛講的類族的事情啊，清水溝我沒有。他在看 monitor， 很開心的在那邊這樣翹着腳看 monitor。對啊，很認真。哦，唐貢爺殺青戲也是蠻辛苦的。我的殺青戲要跟流浪狗奮鬥，是不是？對，因為戲裡邊都沒有，就是有很多流浪狗跑出來，然後也是里長要用來 get。那我當然就帶着，就是原本里長還有一群巡守隊，他們去處理流浪狗的事情。哦，對，哇，真是不好拍攝。可是阿迪很厲害哎，他因為他有養狗，所以他跟狗真的是非常親近，很有辦法。比起清水溝來講，對，輕鬆不少。跟人相處比起來的話，跟狗相處好像很融洽。就是狗都會就會跟他很親，然後因為在裡面也有很多橋段是他跟動物在相處，在玩耍。對，就是很真實。
花嘅 IG 看到阿弟姑同家嘅叫嘅感情非常嘅好。好啦，古時候剛下看了解嗰條片段，就提講其實李總啲人嘅生活當中係非常辛苦嘅，辛苦，青葱优。嘎嘎同娜娜就是要爭取這個里長嘅競選，對不對？对，所以其實在裡面大家會很期待，就是究竟我跟娜娜誰會選得上？對，都唔得講都唔得講谁要當里長？嘿，雖然馬啥要做里長咯，呀，你嘎嘎按辛苦都去請嘅尊嘅位，雖然要做里長冇啊，唔抵哦，對，我誇張啲，冇唔錯。啊，古早也出去啊，咩同呀獻祭有相關。啊，獻祭其實非常嘅辛苦，要做動多事情。愛講動頭花。哎，對，要講動頭花。我嚴格。要同動頭人聯絡感情。古早嘎嘎啲啊，歌場當中有吃到呀，按用嘅獻祭啊，有那條事情係不能吃到，他辛苦，也係講破氣嘅時節吃到懂困難嘅麼？哇！因為其實我是之前是台北歌手的時候開始學客家話，那個時候的詞沒有那麼多，那個角色講話也是慢慢的，對，然後很文很靜的感覺。但嘎嘎發懂抖啊，完全沒空用哎，他講話快，然後詞很多之外，要有那個節奏，因為其實是喜劇，你的節奏感是非常要出來的。所以我記得是在那個政見發表的時候，跟大家演講的時候，我那時候剛看到劇本，我看到說，哪有可能？沒可能啊！2頁全部都是演講的詞。然後我很謝謝純根行商我們的客語指導，從一開始前置那1個月就是被我煩的，就是非常的，就是隨時24小時 on call。對，然後除了錄音之外，我只要把一整本念完，我就會把檔案丟給他，請他幫我聽每一個字對不對，這樣。對，所以其實還好，這前置的時候是很扎實的在逼自己。所以其實在拍的過程，因為我每天都是滿滿的，我沒有時間再重新一直看劇本，所以其實台詞全部都已經在這裡了。所以那時候拍演講那一場戲的前一天，我就是把它拿出來順，然後在講的過程就就是有一種考試過關的感覺。對，然後到現在我覺得可能今年我可以去考個客語檢定吧。應該是要做的呢，因為就像剛下呢對話，小李其實全部就唐人生，應該做唐人生，講做得聽他講，做得。其實要講嘅動多誒，差唔多基本意差唔多。係啊，70%都係講客家話，真嘅，然後你答數。很厲害，對，嗰種兩鋪客家天師嘅戲劇就會可唔可以講下嘅？嗰種其他小李還有韓卡度嘅客家天師嘅戲劇來演出咯。啊，唔過講到呀阿弟姑啊，啲啊也出 hip hop 嘅時節啦，我聽講有一個hip 嘅一個這個橋段吼，係老小李男電而來立眼前呢，對不對？抱着小李轉圈圈。超，這也是在很後面，然後就很開心來找我，然後我就抱着他很開心要轉圈圈。跟奶就用他基本上就講，他對轉圈圈我很容易暈車，很容易暈，非常容易暈的體質，所以我有先跟他說，我很會暈哦，就是先給他們，就是跟導演也講了一下。對啊，那時候拍的時候，導演就講，那就差不多轉個5圈還是3圈？3圈。3圈。他說他說轉3圈，對，然後遠遠拍到那個氛圍。他轉了30圈。我說好啊，那我轉3圈之後，我想說，可是導演沒喊卡，那我該停嗎？那好，我慢慢轉，就一轉就轉了好多哦。刪了不知道幾倍去30圈，他討厭我，你知道我是轉完那一場，我真的我完全沒有就是意想到我可以比暈船的時候還要痛苦，我嚇到了，他吐的，就是上吐下瀉，真盤哦，真眼盤出了，對，而且我完全沒有辦法動，我轉了大概拍了4、5顆鏡頭之後，我很會撐的人，但我撐不了了，我就是直接就是倒在那裡休息室的沙發上，然後大家就跑來幫我按摩啊，各種就是按什麼穴道啊什麼的，然後就我眼睛完全無法張開，因為一張開我就我認真嚇到哎，聽他 AV 啊，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抱歉，真的對不起他，我真的對不起，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抱歉，我沒想到這麼嚴重啊，我想說很多人就是就暈而已，我暈了回不來，對呀。
非常晕。按洋葱，洋葱。可是好玩是我转完之后，还是就是跟导演说，还是要把那场拍完。哇！对，因为我们拍摄的天气就是很难预测。对。刚好那天天气是好的，所以一定要把那一场戏拍完。哇！真嘅，我知道像东南兄兄也都做演啊，演戲嘅時節會讀到用完辛苦嘅歌唱，韓國有神奇嘅事情，也就會為到愛帶來好嘅戲劇本大家看咯。故所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下這個轉到節目當中。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嘅係客家電視台愛來播出嘅新戲劇《按到山到口頭唔會出》。今日節目當中有請到男主角就係 N.S.L. 韓國整體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講到，其實拍戲嘅時節冇咁簡單，會讀到當到辛苦嘅、快樂嘅、艱苦到愛到天涯紅盤呢。非常嘅辛苦，阿小李都也擺戲劇地度，因為愛獻禮種，韓國也係伊咧當散忙嘅角色，家係伊咧當散忙嘅角色。故所佢行愛到戲劇當中行愛騎歐多拜，愛騎歐多拜，也係你平常生活當中會做嘅事情係。我呢，我完全不會騎歐多拜呢。那時候一開始說，一開上來看那劇本啊，一直在騎車。然後我就想說，應該只是簡單騎吧，但是發現某案件單呢。我在裡面騎車，導演是為了畫面，有時候是騎一些彎道啊，然後有一些還要看衝呀，對，送給代步車，對，阿公公的車 Fighter 嘞，然後我就要幫他用推的。可是你在推車的時候，其實你的那個平衡是對，這看得出來模擬老人天數哦，真的是你模擬老人天數，好厲害。所以我在裡面大概跌倒了有五六次，就因為騎歐多拜，而且就真的是摔車的那種，就是啪整台車那樣。導演喜歡真實，所以就真的都是在大馬路上。所以其實我在騎車的時候鏡頭都很浪嘛，哇，沒有人可以保護我，然後我就只能跟阿公公就陶爸就說，陶爸，我等一下呢。就是可能會指使你，就是因為他的電動車也要跟着我的車一起走，但那個速度是很難控制。對，我就說啊，陶爸停，好，嘎，他們掉就是要跟他這樣配合。哦，對，然後裡面也載很多人，也有載阿迪，也有載我爸爸啟文哥，也有載那個孝安。對，他們他跟啟文哥的重量差不多，所以我都覺得OK，對，都很順利。但是因為孝安哥比較重比較高，所以他那一場戲一上來的時候，我就出去，然後就把他差點摔下去了。對，我自己也差點跌倒。因為重心不好控制。哦，他太壯了。對啊，所以就是開發很多嘎會，但是小黎不會的事情。所以嘎天數小黎開發其他嘅才能，對不對？對。所以其實不只是這個，那在選舉的時候，其實聽說是有這個鞭炮的。哦，然後他最怕鞭炮。應該懂你都懂楊字炮誒吧？那怕嗎？不怕，他是非常怕的那種。我怕到就是我有一場戲，導演跟我說，我是騎車到了鞭炮前面的時候，鞭炮已經放完了，所以唔是小啦，就這樣講啊，唔是小啦，就是我想說，那應該 OK，還跟我說是環保鞭炮，就是沒什麼聲音。結果我一騎到鞭炮前的時候，我看到它還沒點呢，還沒有開始燒到那個要啪的地方，結果馬上我一騎過去的時候，它就剛好炸開。黑挑絲還是故意的嗎？沒有，時間就是鞭炮它點燃的時間沒有特別的算好。對，原本是想說一點它就啪啪啪，想說是故意的。後來我騎過去的時候剛好炸開，我整個真的是嚇到，就是，但是我還是把那一場戲那一顆鏡頭演完。卡的時候我就開始哭，眼淚是這樣掉下來，因為真的好可怕。真嚇到哎，嚇到啊！我跟導演就在莫妮的前面，我們兩個還不敢笑出聲。我哭哎！然後
这颗镜头你一定要用，不然我不会原谅你。对，用动作嘅坚持去到给破好。鼓手嘎嘎那边做一个会讲自抛一个你。真的。就是里面他就是用他很真实那个害怕鞭炮的那个样子去呈现。难怪你就会嘎嘎嘎嘎就会你呀。要这种嘅感觉。鼓手人家就互相影响诶，嘎嘎同小李要两三年互相影响着彼此。对不对？鼓手同本人期待也不戏剧咯。啊，刚刚讲到拍戏真人是非常的辛苦，除了亚团期间因为疫情拄到动到拍戏，在执行面上听说会拄到困难以外，更是拄后面系也天时清朗的时间，也2-3年的 IG 爱都有发落，那就看到他就会现实动态全部就会拿点暖包，拿暖包点都点，大概都是懂缓的状态。第3档韩国爱黑龙潭年，要不然第龙潭拍戏对我来讲回到家乡啊，有很多美好啊，然后。但让我意外的是，我从小在龙潭长大，我不知道龙潭这么冷，风好大哦，冷到，而且我的戏95%都是外景啊，哇！我人生中第一次，我跟阿迪在那个山腰谈恋爱的一场戏，好冷，体感温度那天只有7度，然后我们坐在那个烂泥巴地上面，我那天真的是失温哎，失温到他们拿那个吹风机要帮我吹热，但是吹风机5分钟了还是冷风。太冷了，对，隔天我穿了6件发热衣，2件发热裤，贴了8个暖包。哇！所以这部戏好玩的是，我挑战我自己在戏服里面居然可以塞6件发热衣，可以塞几件。而且他很伟大哎，他牺牲自己1件发热衣给我穿。因为他在发抖，他就很冷，就是臭男生就觉得自己好像不会冷，然后没事，我想说你感冒的话会影响到我，你给我穿。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穿过，但洗干净的，洗干净的发热衣给他穿。对啊，真的。所以我一定按用个情形之下拍片，也大家也不要大家听从来好看，要好好珍惜，有没有？非常的精彩，甚至连谈恋爱，因为有个风潮，有没有？寒风吹，所以感觉特别浪漫。没呢，很黑暗的哦，是吗？我们嘴巴都是黑的，好可怜脸也是绿的，对，很恐怖，真的好冷，我真的某胸都流汗，风暗胎暗缓。对，但是很开心，因为很辛苦啊，所以大家的感情都很好，革命情感，成果也特别的珍惜。韩国刚刚有讲到啲龙潭也就素菜，俺妹想来问一下镇定，起家都鸦片台，你知道先前认识到嘅龙潭，同亚下看到嘅龙潭，经过也改错过後嘅龍潭，有乜嘅感覺同無共樣咯？差動多咧，因為我其實過小畢業過後，我就上台北去跳舞啊、讀書啊、做些啊。那等於我有10多年沒有真正的轉到龍潭去待嘅。那有懂得像我嘅學校，我記得我是107屆畢業，龍潭國小，現在應該120幾屆，完全冇共用嘞。就是我畢業的時候是一個一看就是100多年的歷史的學校，那很有味道啊，就是我印象裡面那就是我的學校。不過亞拜中期它完全翻新了，就像是一個今年才開始的一個學校。哇，那很不習慣啊，對我來講。不過我現在就知道龍潭那個總哈，是一個很鄉下的地方，對我來說很舒服。但現在很都市哦，而且还有一些文創基地，對不對？對。古說其實沙期嘅改錯對就素材咩非常嘅重要。啊，大家啲也鋪上到橋頭唔會錯，都做得看得到依照素材嘅改變，韓國有也到聲音會也到三芒大標，然後有很多開心啊，有很多眼淚啊，都也鋪戲劇地度同大家來分享。古時候也節目當中我來問也亮啥這個一起快問快答。刺激的文藝愛問默契大考驗的類型。不是，但是你要得按都懂講，非常快。我們要一起回答。對，但是你們答案可以不用一樣，但是就是要很快回答我。好，要很快回答我。好，2選1，現在是2選1。2選1。請問古裝劇跟時裝劇，2位想要演哪一種？最近，古裝劇跟時裝劇。古裝劇。為什麼？他省七啊，想要穿古裝。古裝劇小時候演很多古裝劇，但我覺得到現在古裝劇很少啊。對，所以覺得想要試試看。對，然後再來哦，2選1，
扮老跟扮丑选一个。扮丑。扮丑小黎没想过扮丑哦，因为扮老我太年轻了，有点难。啊，也是。正题呢，该不会也是一样的原因吧？啊，我本来就不帅啊，所以扮丑 OK 啊。对吼，扮丑你更可以放得很开，就是可以放得很开你根本不用管偏影你会困，哦，岂有偷你呢？好像是哈。这有可以啦。蛮有道理的。古时候，你看也是根本也同大家来分享到呀，男女主角家的有既有默契，有知道吗？古时候大家听咗我来准时收看，船到桥头唔会错。哦，10月11號起時候拜一到拜四按部指條10點，請大家聽到我收看哦。古時候根本也謝謝小李，謝謝鄭麗來到節目當中，謝謝。阿 Q 妹，人来就用他来做卤蛇。好，没问题，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做卤蛇俱乐部，大家听到我来收看哦。我们好，等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